大家好，我係招募 GRD 嘅 Steve。今日同大家分享嘅主題係招募起手式。呢個主題係適用於理財顧問想轉型去到發展招募，又或者係初級嘅招募者㗎。當然，如果各級嘅經理想重啟你嘅招募習慣嘅話，都可以學習呢個題目啦。今日會同大家分享三招起手式同埋常用嘅4個話術。第一招起手式，做一日招募。不論大家每周係工作7天、6天或者係5天，我哋只需要每周花1天嘅時間做招募。譬如話今日係星期三嘅話，每一個禮拜就同自己講，逢星期三全日你都係做招募。咁你預先就要安排翻逢星期三咧，你係做招募噶啦。上晝可以做啲咩啊？可以上一個招募培訓。下晝開始就要安排你嘅日程去到見客講招募啦。譬如下晝你有個 lunch appointment 去到銷售一張保單，咁你可以喺成交咗呢張保單之後，同你嘅客戶分享你嘅招募大計，希望可以索取佢嘅轉介紹，或者直接招募佢入嚟都得。咁你之後亦都可以約你嘅準招募下午茶啦、happy hour 啦，夜晚可以係團隊嘅 career seminar、團隊嘅 recruitment activity 等等。咁你如果話今日我冇招募 appointment 點算啊？咁你都可以開個 live 做一個事業上嘅分享。起手式二，招募你嘅客戶，會唔會你自己或者身邊嘅朋友，你嘅招募經理就係當年你嘅保險 agent 呢？相信或多或少咧都有呢啲嘅同事喺你身邊。原因就係客戶相信你嘅專業啦、服務態度啦，亦都認同咗公司嘅產品。但係咧，往往作為 agent 招募者嘅你咧，你冇同佢哋開口喎，冇同佢哋開口嘅原因，會唔會係你覺得佢係高薪厚職管理層，覺得佢哋冇事業轉變嘅需要呢？又或者你覺得佢係一個超級嘅 COI，你覺得招咗合嚟就會少咗一個客戶呢？而我相信至低限度一個好嘅客戶必定係認同你同埋你公司嘅產品㗎，不妨試下同佢哋開口啊！起手式第三，招募呈現，相信大家都有用開你哋嘅 social media 㗎啦。日常嘅話可能會呈現你一個好 agent 啊，好服務態度嘅一個感覺擺咗上線上。今次嚟講咧，我哋稍稍做一個調整，調整成為你係一個好 leader 啦、好伙伴啦，或者介紹你條 team 一個好好嘅氣氛，俾你嘅準招募知道。而當我哋學習咗呢三招起手式，做一日招募啦，招募你啲客戶啦，同埋招募呈現之後，我哋跟住落嚟就會學習4個招募話術。而喺呢段影片裏邊，只係會講解方向，希望大家咧就喺呢幾個方向裏邊鑽研一下，我哋點樣喺入邊咧講得更加之精彩、更加之精準嘅。話術一，4個 Y。第一個 Y 理財策劃，點解理財策劃係一份好嘅工作呢？第二 Y 你嘅公司啊，你係 AIA 啊，你係保誠啊，你係 Manulife 啊等等，呢一間公司嘅優勢係啲乜嘢嘢呢？第三個 Y 你嘅團隊，呢個團隊嘅競爭優勢如何呢？而你又點解中意呢個團隊呢？第四個 Y 你啦，你點樣可以幫助佢呢？你係一個點樣嘅領袖？你係一個點樣合作伙伴呢？呢四個 Y 咧，相信大家都唔難掌握，但我哋要提升呢四個 Y 擺喺2025年，甚至乎咧未來嗰2至3年，點解呢四個 Y 喺而家至到將來都係極具競爭優勢呢？第二個話術，我哋叫減肥前減肥後，即係話咧，你未入理財策劃之前，同埋加入咗理財策劃之後，有啲乜嘢嘅變化？又或者係加入咗呢個團隊之前，同埋呢個團隊之後，又有啲乜嘢變化？譬如話你嘅健康啦、親子時間啦、入息啦、事業滿足感啦，各樣嘅狀況喺你入職前、入職後有啲咩分別呢？第三個起手式，我哋要 sell 你嘅經理啊！你嘅經理、你嘅總監係一個乜嘢嘅人呢？佢點樣支持、支援得到你嘅成長呢？或者甚至乎佢點樣啟蒙或者啟發得到你變成一個更加好嘅人呢？第四個話術就係 sell 活動啦，sell 一個 happy hour 啦，sell 一個創業講座啦，sell 一個團隊嘅活動啦。呢個活動有幾吸引佢，令到佢可以感受得到呢個團隊氣氛呢？記住我哋頭先呢四個話術，四個 Y。減肥前、減肥後，sell 你嘅經理、sell 你嘅總監，同埋 sell 活動。希望以上嘅招募起手式都可以幫助大家成功做到招募啊！有需要嘅話可以購買我嘅招募 GRD 理想事業卡，我亦都可以做一個1對1招募教練或者小組教練㗎。歡迎約我時間，睇我點樣幫到你啊！